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之意見，敬請留意。歡迎收睇 ATV 焦點。今日嘅話題係理性看新界東北開發。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呂大樂日前發表咗一篇題為《躁動不安的社群》嘅文章，探討新界東北新市鎮開發項目引發爭議嘅原因同埋解決問題嘅方向。對呂教授文章中嘅觀點，絕大部分我都係贊同㗎。特別係傳媒報導如此情緒化之下，佢能夠冷靜發言，敢於提出自己嘅見解，十分難得。真正做到知識分子嘅責任。譬如呂教授話：我想提出嘅係，假如我哋以為梁振英政府喺上台1-2個月嘅時間之內，就可以將原來完全相反嘅規劃改為一項割地賣港嘅詭計，咁似乎太睇小我哋嘅公務員嘅角色啦。新界東北開發規劃多年前喺前特首時代而就，過去一直冇幾多人反對。割地賣港嘅標籤係喺梁振英上台之後，被人幾乎喺一夜之間貼上去並炒熱㗎，目的顯然別有用心。又譬如呂教授話，大部分香港人心底裏都明白，但又極之唔想承認嘅現實係雙向區域整合已經出現，而內地通過經濟力量而對香港所產生嘅支配作用，亦都越嚟越明顯啦。隨住香港回歸中國，香港同內地嘅阻隔減少，兩地喺經濟領域嘅交流日益增多，而且已經不可逆轉。喺現今呢一個全球一體化嘅時代，唔好話香港同內地喺地理、經濟、文化同埋政治上密不可分嘅一國兩地，就算係唔同嘅國家，乃至遠隔重洋嘅國州，都喺度進行區域整合，互相依賴，所以先至會有歐盟、東盟等國際組織。呢個係一個不可阻擋嘅趨勢同埋潮流。香港人唔想承認，亦都只能夠承認。再譬如呂教授認為喺市民大眾之中，有人抗拒融合，但亦都有人視此為未來嘅方向同埋新嘅機會。政府應該認真了解主流民意嘅取向，明白自己喺香港未來長遠發展嘅問題上取得邊種民意嘅支持，邊種嘅政治授權。最令人深有同感嘅係，呂教授指出喺反對力量同特區政府之間係一臉無奈嘅大部分市民。呢啲沉默嘅大多數，因為種種原因被剝奪或者自動放棄咗話語權，但並唔代表佢哋冇意見。政府應該主動諗諗辦法，聆聽佢哋嘅心聲。